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2年1月15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6篇第5节到第10节，耶利米书第4章第1节到第4节，路加福音第11章14节到23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我搁啥。前几天咱有讲到《使徒行传》记载一位真特别的人，伊的名叫做西门。伊这个使徒想要用这个金钱来甲彼得甲使徒呢，来叫买，互人会通得到圣神恩赐的这个方法。安尼的人想要靠钱来做代志，甚至伊认为讲伫信用顶悬，钱会当处理所有的事，大概是安尼的想法。了后，伊互这个彼得来甲伊责备了后，伊就真紧来祈求讲毋望你所讲的代志袂发生伫我的身上。这件事，互咱必须爱认真去思考，咱所得倚靠的是甚物人的能力。路加福音11章14节到23节，以及共观福音内底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拢有相款的记载。当耶稣医治好一个会教的人，将伊内面的邪神来赶出去了后，伫边仔围观的人就议论纷纷，也就有人讲一句话，讲伊一定是靠鬼王别西卜来赶鬼的啦。敢真正是安尼？为什么这个人会安尼想呢？根据圣经所记载以色列的历史来看，以色列人时常来背离上帝去敬拜偶像，这种的经历，咱无困难去想象为什么这个人跟对耶稣的人内底有人会提出伊是靠鬼王赶鬼的这种的论点。咱也要对耶利米书第4章第1节到第4节来看出。圣经讲，上主安尼讲：以色列人你若准恁要回头，就要倒转来甲我食。如果恁除去我怨恨的偶像，无搁再安尼袂定着，恁就通用诚实、正直、公平的态度来用我的名来咒詛。安尼万国拢会我来求福气，就会来讹落我。上主安尼来甲犹太人甲耶路撒冷的人讲：恁着爱开垦也未犁过的土地，毋通伫刺皮中间来野种。犹大甲耶路撒冷人恁着爱伫心灵顶悬来受割礼，将家己献互我，恁的上主。若无，恁的歹所行会叫我受气，互我伫受气的中间来归百火，无有人会当来拍灭。这个时期的以色列人也未回头，因还搁咧拜偶像，还搁咧孝想倚靠偶像的神明的气力。因敢真正感觉这个真可靠吗？当然，这是无可靠的。伫耶稣所倚靠的到底是什么气力？咱基督徒是要倚靠什么气力呢？耶稣基督安尼来回答遐个人的问题，讲：这个人想要来陷害伊，要求伊行神迹来表明伊所做的是出伫上帝。耶稣知因在想什么，
就对因讲，任何国家来纷争必然会败坏。一个家庭内底的纷争也必定会破碎。如果撒旦家己来纷争，伊的国度要安怎会起来掉呢？恁讲我是鬼王靠着这个白色仆如果是安尼时阵，恁的子弟赶鬼是又搁倚靠什么人呢？恁的子弟要证明恁是毋对的，但是如果我靠上帝的能力来赶鬼，安尼就证明上帝伫恁中间来坐位啊！一个武器交臂的武士守卫家己的厝体的时阵，伊的财物是安全的。但是一个比伊较有气力的武士来压制伊，就会甲伊所倚靠的武器拢夺走，而且分了伊所夺出的遮的物件。遐无甲我共阵的，就是反对我的；遐无帮我来收自责的，就是咧拆线。也就是讲，提出安尼疑问的人是无有常识的，因为一个国家甲别个国家的相战，怎会当派出一队来拍家己呢？耶稣基督除了回答因的疑问以外，还佫讲遐反对伊的人就是对敌伊，甲上帝作对的人。耶稣基督所倚靠的是上帝的气力。伊坐摆有讲到，伊是上帝所赐的，伊是上帝的囝，当然无可能来倚靠鬼王啊！基督徒的生活中间到底要靠什么人？咱伫祈祷的落尾会安尼讲，祈祷是靠耶稣基督得胜的性命求，敢毋是安尼吗？圣经诗篇也甲咱讲，当我知上主会救伊所选立的王，会对伊圣的天来应答因王，也用伊的正手的气力，互伊大胜利。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毋久阮只有要看靠上主，阮上帝的名。因的胎死倒落去，阮的胎儿徛在在。现在我知影这就是上帝咧甲咱讲的，咱就是爱倚靠主耶稣基督，靠着伊的名来得胜。咱做伙要来读诗篇36篇第50到第10节。上主啊，你的慈爱悬到诸天，你的信实到伫穹苍，你的公义亲像极悬的山，你的判断亲像深渊。上主啊，人甲精神你拢眷顾。上帝啊，你的慈爱哪遐尼宝贝？世间人拢来秘伫你十股的保护下，因要伫你的厝享受丰富的宴食。你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对你的光，阮看见光。愿你继续施乐慈爱，互捌你的人。施乐公义，互心内正直的人。咱做来祈祷，感谢天父诚做阮的倚靠，恳求上帝继续帮助阮来倚靠主得胜，赢过生命中间所有的困境。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